你们这个世界不过是我制造的游乐场罢了。我是来自比你们更高维世界的人。高维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怎是既定轨迹，抵达终点是否就是完美的结局？光芒开始闪耀，越危机时刻越要保持住微笑，竭尽全力向前奔跑，沿着墙壁才能从迷宫顺利出逃。越是听从他人的教导，越是无法打破自我的囚牢。等等，有人能随意篡改这个世界，我很不喜欢。这不是骑士大人吗？你终于加入我们魔族阵营了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是绝对不会为魔族工作的。